大家好，我係 Tomato 葉，歡迎嚟到以經解經 ABC 門訓啟示錄3 144,000陸續成熟嘅得勝者。咁呢一課咧會講災前啦、災中、災後被提嘅聖經論據，並且講出3種觀點同基督徒成熟度嘅關係。ABC 以經解經門訓咧係有固定嘅步驟嘅。A 就係 ask questions。Question 1，啟示錄嘅144,000人係代表乜嘢人呢？ Question 2，災前、災中、災後被提，你以前接觸過嘅末世論立場傾向採用邊個呢？ Question 3，你認為係全體基督徒一齊被提啊，定係部分基督徒被提呢？ Question 4，聖經講到被提嘅時間會發生啲乜嘢事呢？喺7年大災難之中屬於邊個階段呢？ Question 5，得勝嘅免受普天下受試煉嘅時候嘅應許，呢一類嘅經文又係咩意思呢？ Question 6，萬一2次被提之中，我都係屬於被撇下嗰批，我應該點做呢？仲有機會嗎？嗱，我祈禱先下，近來嘅政治局勢啦、氣候嘅變化咧，都令我哋感到咧末後日子越嚟越近。求聖靈咧賜下啟示智慧，運用過往預言應驗嘅模式，實意釋經，幫助我哋睇到經文之間嘅關係嚟拆解你想我哋知道末後嘅啟示。奉耶穌名求，阿們。B Bible Story， 聖經故事輪流嘅朗讀。咁因為呢一個係個視頻啦，咁亦都照舊揾我太太幫手讀。第一段經文啟示錄7 4-8，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144,000，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迦得支派中有12,000，亞設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瑪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薩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倫支派中有12,000，約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憫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第二段經文啟示錄13 16-18 14 1-5，他又使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打一個印記，這樣除了那有印記、有獸的名或有獸名數字的，都不得買或賣。在此要有智慧，讓有悟性的人解開獸的數目吧，因為這是一個人的數字，那數字是666。144,000人的歌。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和他在一起的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親的名寫在額上。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我所聽見的聲音好像琴師所彈的琴聲。他們在寶座前和在四活物及眾長老前唱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144,000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為初熟的果子歸給上帝和羔羊。在他們口中找不出謊言，他們是沒有瑕疵的。Question 1， 啟示錄144,000人係代表啲咩人呢？144,000呢喺啟示錄7章4節字面上嚟睇呢係來自以色列各支派嘅，但係事實上呢，而家以色列人呢已經係冇辦法分清自己係來自邊個支派噶啦。畢竟呢北國以色列呢喺2700多年前就已經亡國，之後呢係消失唔見咗噶啦。咁幾時用字面解，幾時用象徵解呢？咁其實係有啲實意釋經嘅原則喺裏面噶。我哋睇睇實意釋經5個簡潔原則。第一，先取字義理解。
第二，如果經文有原因應該採取象徵意會嘅，就按象徵運用平衡經文嚟理解。第三，所引嘅平衡經文意思需要符合其出處嘅上下文㗎。第四，所引嘅平衡經文係允許平衡預表嘅應驗特質。第五，suggested answers only is about a Christian journey。由於北國滅國之後10個支派係完全消失嘅，咁之後所講嘅猶太人或者係以色列人已經冇南北之分㗎啦，變成同等嘅意思。猶太人即係以色列人，所以144000人以下呢一段平衡經文按象徵解係 make sense 嘅。羅馬書2:28至29。因為外表是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表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唯有內心作猶太人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聖靈，不在乎儀文。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上帝來的。從呢段經文我哋睇得到唔係所有猶太人係真猶太人，而保羅嘅睇法，真猶太人就係嗰啲聽到神嘅說話，心裏面切實會去執行嘅基督徒，就係真猶太人。呢一班人聖經用144000嚟形容嘅，咁其實拆開就係12乘1000啦。12係指緊國度上嘅完美吓，咁完美乘完美再乘1000，即係眾多啦，就係指羅馬書2章呢度所講嘅真猶太人，又叫做屬靈嘅真以色列，就係一班從心裏遵行神話語嘅人，又稱為教會裏面嘅得勝者。Question 2， 在前在中在後被提，你以前接觸過嘅末世論立場係傾向邊個嘅呢？呢個圖就講出3種嘅觀點噶。在前被提就係7年大災難之前教會已經被提啦。在中被提就係7年大災難嘅中間位置左右就教會被提。在後被提就係7年大災難最後末期啦。耶穌再來同教會被提係同時發生嘅。我哋可以睇睇講完144000人受印之後嘅立刻嘅下文嘅描述嘅。啟示錄7:9。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算，是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啟示錄7:13至15。長老中有一位回應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裏來的？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所以他們在上帝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呢段經文提及到寶座前嘅景象。經文咁講，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出來呢個字原文係現在式分詞，即係表示繼續不斷咁嚟，即係不斷咁有人提到寶座前。Question 3， 你認為係全體基督徒一齊被提啊，定係部分基督徒被提呢？對教會嘅得勝者嚟講被提同復活可以係同一點發生㗎。哥林多前書15章52節，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就係講到被提嘅時刻啦。啟示錄20:4至6。我又看見一些寶座，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上帝的道被斬首的人的靈魂，和沒有拜過那獸與獸像，
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打過他印記的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1000年滿了。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但他們要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也要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被提同復活咧，對得勝者嚟講咧，可以係一件事嘅兩個面嚟嘅，因為被提係俾嗰啲生勾勾仲活着嘅得勝者嘅身體直接改變，而好多已經死咗嘅得勝者咧，就喺嗰一刻咧就得咗一個新嘅身體嘅，嗰個就係復活啦。所以咧，無論你係身體改變又好啊，定係已經死咗得咗一個新嘅身體都好咧，聖經都話歸喺頭一次嘅復活。啱啱呢段經文咧，俾我哋見到咧，能夠歸喺頭一次復活有福嘅呢班基督徒咧，係得勝者嚟嘅。至少有一個典型嘅事件先，就係勝過獸同獸像冇喺額上或手上打過666嘅印記，喺呢方面要得勝。其實咧就唔會話教會得勝失敗嘅都一齊被提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只有得勝者先可以被提，同埋復活與主一同作王嘅。我哋睇睇呢段經文啦。提摩太後書2:12，我們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咁即係話咧，嗰啲冇忍耐到底嘅，冇將信仰持續到底嘅咧，就唔能夠同主一齊作王噶啦。而且喺被提嘅時候咧，會成為 left behind， 留喺地上。Question 4，聖經講到被提嘅時間會發生啲咩咧？而喺7年大災難之中，係邊個位置出現被提呢？哥林多前書15:51-52，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而是都要改變。就在一剎那，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吹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啱啱呢段經文呢，可以對比一下啟示錄嘅第7號，號筒末次吹響，對比即係7號嘅最後1號，第7號。啟示錄10:1-3，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着雲彩，頭上有紅，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哮叫。呼喊完了，就有7雷發聲。啟示錄10:7，但在第7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他僕人眾先知的佳音。聽完頭先兩段經文呢，我哋發現呢有2點嘅共同點嘅，而呢2點共同點呢，似乎係講緊同一件事，一件奧秘對應神的奧秘。紅色嘅圈啦，號筒末次吹響對應第7位天使吹號發聲，紫色嘅圈。喺保羅書信裏面咧，講到被提啊，唔單止哥林多前書揾到啟示錄嘅經文互相以經解經咁對照，原來帖撒羅尼迦前書都有相關嘅經文可以同啟示錄以經解經咁樣對照嘅喎。帖撒羅尼迦前書4:14-17，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着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可以將呢段經文咧對比一下啟示錄
第7號嘅相關經文。呢次嘅兩段經文嘅對比咧，一樣揾到兩個嘅共同點噶。天使長嘅聲音對應有一位大力的天使，紅圈。第二個共同點，神的號吹響對應天使吹號發聲。所以咧，我哋相信咧，保羅書信提及2次嘅被提事件咧，就會發生喺第7號。而根據我哋第1課同第2課嘅引申咧，第7號就喺7年大災難裏面過咗3年半之後一段時間就會發生噶啦。所以咧，大規模嘅教會被提咧，應該喺災中。講到咧，基督徒會大規模喺災中被提，不過唔少基督徒咧係持有呢個災前被提嘅論點噶。咁可能會問呢個問題啦。Question 5，得勝的免受普天下受試煉嘅時候，呢個應許咁究竟係乜嘢意思呢？乜唔係災前被提咩？普天下受試煉嘅時候可以免去，呢個其實係個應許嚟嘅，的確就係災前被提，不過條件就係得勝的，而並唔係全體教會。嗱，我哋可以睇睇咧，就係啟示錄12章啦，呢個插章，我哋喺第1課講過咧，呢個插章其實就係7年大災難嘅 summary。啟示錄12:5-6。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管轄萬國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他預備的地方，使他被養活1260天，前3年半。其實咧，整個啟示錄12章咧，就係講到一個婦人咧，要帶住佢嘅孩子們去逃避龍嘅追殺。喺逃避追殺嘅過程咧，分開2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係1260天，即係前3年半啦。之後嘅階段就係1載、2載、半載，即係後3年半啦。所以咧，整個12章係可以視為7年大災難嘅 summary。喺整個故事裏面咧，有一個重要人物嘅，就係婦人嘅大仔男孩子。呢個男孩子咧，將來要用鐵杖管轄萬國嘅。居然喺1260天，即係前3年半發生之前，就已經被提到神嘅寶座去啦。呢個男孩子咧，就係將要與主一同作王嘅得勝者，佢哋係144000之中嘅先屬者，喺7年大災難嘅前3年半未發生之前已經被提噶啦。咁呢一班人的確係災前被提。以下係俾男孩子嘅相關經文。啟示錄3:10，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7年大災難，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帖撒羅尼迦前書5:3-9，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7年大災難，乃是預定我們藉着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路加福音21:34-36，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7年大災難。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馬太福音24:38-41，當洪水7年大災難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那時2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2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我認為咧，啱啱讀嗰批經文咧，
只係俾男孩子級數嘅信徒嘅啫。點解頭先關乎災前被提嘅經文咧，唔可以套用喺大部分嘅教會信徒呢？就係因為咧，保羅書信兩次提到嘅教會大規模被提事件咧，係末次吹號嘅時候，即係第7號啦。咁即係災中被提啦。好啦，第7號之前，正正就係第5號同第6號喎。而第5號嘅內容咧，我哋睇到咧，整個世界都係大折騰嘅。第6號嘅內容咧，講到全世界死咗1/3人添。其實咧，從聖經第6號嘅描述咧，極有可能係打緊核戰嘅。第7號出現大規模嘅被提事件之前咧，係唔應該被形容為平安穩妥嘅，應該係食之無味先啱噶嘛。所以咧，呢啲話平安穩妥嘅時候提走人嘅經文咧，係針對先屬者嘅災前被提，而唔係針對一般嘅信徒嘅。不再哭嚎，也不再彷徨，一同欢唱永远的歌谣，与基督相会，心中满是欢笑。那一刻，我们都将会明白，为何曾经历经如此艰难，因为我们终将见到他的面，所有的梦想再次兑现。本系列嘅要旨：一、以經解經嘅原則，揾出聖經嘅內證嚟拆解末後7年嘅事件時序；二、信息嘅重點咧喺末後7年嘅復興啦、
保護同埋神嘅盼望。第三，會避免提及陰謀論嘅內容嘅，好似深層政府啊、邊個先係敵基督啊、秘密組織嘅運作等等都會避免㗎。第四，本頻道所用嘅 ABC 門訓示範模式 A. Ask questions B. Bible story C. Commitment。 Question 6， 咁啊呢個問題咧應該有唔少人會擔心嘅。萬一兩次被提之中咧，我都屬於被撇下嘅 left behind， 咁我該點辦呢？仲有機會嗎？喺上堂第二課咧就講到144000人都分開兩批嘅，一批先屬者咧就係男孩子，會災前被提到神嘅寶座前㗎，而另外咧144000有第二批咧會留喺地上進行教會大復興嘅，佢哋會被打一個印記，喺第5號嘅時候要受到特別嘅保護。7年災難嘅首3年半係教會復興期，好多唔係好成熟嘅基督徒咧都變得成熟得勝啦，而加入咗144000人呢個行列。於是當滿足咗得勝呢個嘅要求之後咧，災中嘅大規模被提就出現。不過咧呢次大鑊啦，災中嘅時候自己仲未得勝，仲未成熟，咁咧144000人全數上晒去啦，居然我仲喺地上，點算？第一次被提，先屬者被提；第二次被提，災中大規模嗰次，次屬者被提，我都居然仲留喺地上，仲有冇機會呢？仲有第三次㗎，就係屬透者被提。不過呢，聖經呢對留喺地上聖徒嘅建議如下：啟示錄14、12至13，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着他們。其實都去到呢個地步啦，信仰嘅真實已經知道啦，世界都就快被玩殘啦。咁啊，為主收割莊稼，死咪死咯，唔打受印就唔打受印啦。聖經應許啊，做工嘅果效會好大嘅。而其實就算死啊，過幾年咪又復活，仲要係進入頭一次嘅復活喎。如果你係為主殉道嘅話，幾着數啊！以下咧係關於第三次被提、屬透批次被提嘅經文。啟示錄14、15，災中被提已發生後，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着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呢批咧屬透批次嘅聖徒咧，如果冇殉道嘅話咧，就直到7年災難嘅結束，然後嚟一次最後嘅被提。其實咧，就算第三次先至可以被提咧，都好好噶啦，因為都仍然係得勝者，係歸頭一次復活噶。嗱，呢個頭一次復活咧，點解叫第一次咧？其實頭一次係分3批咁解啫，係相對之後第二次白色大寶座個復活嚟講噶。因為咧第二次復活咧就要1000年之後先有復活噶啦。咁呢一個頭一次復活又稱為更美的復活。啟示錄20、4至5，7年大災難過後的總結。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1000年完了。希伯來書11章所講嘅更美嘅復活，你諗清楚，咪有個差啲嘅復活先會有更美噶嘛？咁喺啟示錄20章4到5節就係講呢個更美嘅復活
正正就係7年大災難過後嘅一個總結嚟㗎。另外相關嘅經文係講到災後被提嘅，我相信呢啲經文呢係特別係俾等候第3次被提嘅信徒嘅。路加福音17:31，當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裏，不要下來拿；人在田裏，也不要回家。以色列地被敵基督軍隊踐踏期，雅各遭難的時候，後3年半，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2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2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門徒說：主啊，在哪裏有這事呢？耶穌說：屍首，哈米吉多頓大戰後遍地屍體，在哪裏，鷹也必聚在那裏。路加福音21:24-28，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以色列地被敵基督軍隊踐踏期，後3年半。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7年大災難完結，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好，第3課嘅尾聲啦，嚟一個第1到第3課嘅圖表總結先。7年災難呢，又叫做普天下受試煉嘅時候，後3年半呢，又叫做雅各遭難嘅時候。7印呢，就喺7年大災難之前發生嘅。咁喺第6印嘅尾聲呢，會出現先屬者被提，因為嗰個時候呢，大家都會講到呢係平靜穩妥噶啦，咁樣突然間就有一批基督徒就唔見咗啦。然之後呢，留喺地上嘅呢，就聚集起嚟，喺第7印嘅時候呢，就作2刻，預表係大約8日嘅禱告。8日嘅祈禱完結嘅時候呢，天上突然出現大響聲，第1號吹響，7年大災難正式開始，伴隨住聖靈嘅大量澆灌，眾教會開始進行前所未有嘅教會大復興。7年嘅災難過到一半，2個見證人嘅死亡令到教會嘅迫害越嚟越重。過一段時候就係第7號持贖者要被提，呢個係最大規模嘅被提事件。大鑊仲未被提嘅話呢，我啲弟兄姊妹都走晒啦，我仲要喺地上捱埋嗰7碗。假設呢，我唔需要為主殉道呢，就要等到7年災難嘅末了，屬透者被提嗰一批啦。假設我能夠達到得勝嘅標準，嚟個預告先。下一課呢會講講呢點解我會有個感動呢，要開一個頻道嚟講解啟示錄嘅。主要係因為呢，我近來有一個大病啦。咁咧就需要咧禱告同埋問神嘅，喺個過程當中咧就通達咗啟示錄，而裡面有一啲內容咧就牽涉教會大復興嘅。咁俾我感覺到咧啟示錄唔係淨係講災難，而係有佢正面嘅意義噶，對教會同埋對全世界。下堂會更精彩。去到 C 啦 ，commitment。呢段禱文呢，係幫我哋可以重新決志，同埋重新立志做一個得勝過豐盛生命嘅基督徒。你哋嘅留言討論呢，對我哋呢個新頻道嚟講呢，係好重要噶。你以前係傾向災前、災中定災後被提嘅呢？咁睇完呢
短片有冇特別嘅想法上嘅改變呢？可以喺我哋嘅留言區分享下㗎。如果希望社交平台更多推我哋呢啲信息俾其他人嘅話呢，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我哋呢個以經解經實意釋經頻道呢，算係比較新，需要你嘅留言討論啦、like 同埋 subscribe 㗎。特別係你嘅留言討論啊，相信能夠啟發到我呢，日後製作啲咩內容俾大家。